其他队员呢要远离。裁判示意由乌兹别克斯坦的8号前阳。好，8号进攻，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哈萨克斯坦的队员的防守的方式可以看到，迅速的补了，继续发起冲向了篮筐。由于这个队员的防守，迂回拉，可以看到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激烈两名防守员上去了。很好，马洋丢到地上，看让后面队员去接应，其他的防守队迅速的扑上去。能再来一下，队员手非常及时。防守队员已经上了杨，非常急啊！好，迅速快马加比攻向对方的篮筐，但是呢，哈萨克斯坦一次上了2名队员抢，好，顺利的抢到了杨，看一看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反攻。5号啊，哈萨克斯坦的5号，快马加鞭冲向了篮筐。看看有没有机会，能不能及时补位去防守。投篮，好漂亮，得分了！哈萨克斯坦在下半场又得了1分。现在比分来到了3比0啊，目前哈萨克斯坦以3分优势领先。刚才这一幕呢，非常振奋人心特别精彩。好，再次回到场上，我们接下来呢是由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发起进攻。咱们看看乌兹别克斯坦呢，在落后3分的情况下，能不能顺利的追平比分？场上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惊喜带给大家？哨声做由咱们乌兹别克斯坦的7号队员简阳发起进攻。这会儿强队伺机而动，2个人做好及时掩护。好，7号，看看7号能不能突围而出。再一次闪身过人，好，4号掩护，漂亮，连续闪身过人来到篮筐下，但是呢，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到位，漂亮哈萨克斯坦的这个6号队员突然把杨抢到了手，现在呢在组织反攻，其他的队员及时的来接应掩护快马加鞭，好，传给了队友。可以看看哈萨克斯坦的7号发起了进攻，旁边有队友在打掩护，看看能不能再得1分。但是呢，乌兹别克斯坦的8号已经到了防守位置进行了一个干扰。漂亮，又得1分。7号，哎呦，得分以后掉下了嘛，但是呢，这个得分有效7号非常厉害。可以看到这次的这个吊羊比赛呢非常激烈，很精彩
对，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4-0，这个哈萨克斯坦以4分的优势啊，现在大比分领先。我们看看接下来的比赛里边，这个成绩会不会有所变化？其实对于这个咱们别克哈萨克斯坦这个调扬来说，我们国内的调扬比赛的这个规则，对他们来说有点陌生啊，有一些区别。但是呢，既然他们仍然带来了这个比赛，现在这是哈萨克斯坦代表队一号胜利的抢到2，看看能不能再得一分，发起了进攻。很漂亮啊！现在没有人防守，场面是看不到防守。一路要得分了吗？看一看。哎，太可惜了。好，乌兹别克斯坦的4号抢到2以后，交给了他的队友进，然后呢，在马边看看能不能组织起来有效的进攻。好，队友及时的给他一个掩护。好，看一看啊。好，给了队友。但是呢，哈萨克斯坦的4号已经上来，3号啊，过去扑住2，看看能不能突围而出，拼抢的非常激烈啊！好，哈萨克斯坦的3号拿到2，开始组织反攻，可以看到这个速度非常快啊！但是呢，旁边已经有1号队友给他在打掩护，好，又来了一名队友，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得分呢？投篮，好漂亮，再得一分，啊，比分来到了5-0。啊，刚才呢，通过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场上有一些马呢，就是可能对抗的非常激烈，跑的比较多啊，稍微有点累了，有些马速度起不来。现在看一看是不是有换人。场上的比分来到了5-0啊，哈萨克斯坦代表队呢已经得了5分了。接下来仍然是由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发起进攻，啊，8号拿到了2，开始发起进攻，队友也在身边给他在打掩护啊，然后呢交给了4号队友，看看8号已经到了篮筐下，漂亮啊！乌兹别克斯坦的8号队员啊，扳回一分，非常漂亮啊！他骑了一匹青马啊，终于他扳回了1分。那么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比赛，看看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些队员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更大的惊喜。接下来呢是由哈萨克斯坦呢发起进攻啊，双方队员依次进入了各自的位置啊，等待这个裁判的哨声。好，已经吹哨，我们看一看，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这是几号？好，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队员非常快啊，非常快，
但是呢，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8号，刚才得分的8号呢，防守的非常及时。好，乌兹别克斯坦的把羊扔出去，队友没有接上，但是现在6号拿到了羊，在迂回啊寻找机会，看要传给队员了，队友他传给了队友，但是呢，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防守队员呢迅速补了上来，双方陷入了焦灼啊，开始拼抢这个羊。6号、8号啊，乌兹别克斯坦的8号，还有哈萨克斯坦的6号，其他的队友们也在积极的去支援。可以看到场上这个拼抢的非常激烈，陷入焦灼。看看谁能拿到羊突围而出。很焦灼啊，这会儿都已经在比拼的是各自的在马背上的这个拼抢的能力，非常焦灼。好，8号想往前走，但是哈萨克斯坦的4号呢又拽住了羊。好，现在在5号和6号的合作下，7号，好，裁判吹哨，可能要重新发起抢羊，裁判吹哨了。这个比赛呢非常激烈，双方队员呢拼抢的特别激烈。好，可以看一看。互相在交流啊，然后呢，各流由3号这个哈萨克斯坦的3号队员啊，他来发起进攻，捡羊。好，走了。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追回1分以后呢，拼抢的比刚才更加尽力了。好，看看3号能不能有效的进攻得分，投篮，漂亮，得分啊！哈萨克斯坦的3号再得1分，比赛的成绩来到了6比1。有他的队友呢过去跟他进行了一个拥抱，庆祝他刚才这个得分。3号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3号夏克尔别克扎提可以看到刚才得分非常漂亮啊。接下来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发起进攻，由6号组织进攻。好，捡羊开始，交给了7号，7号转身躲过了防守队员，但是他并不着急，在观望。好，开始冲刺。但是呢，可以看到防守队员呢其实已经就位了，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机会一下子冲上去。好，漂亮，一个远投，漂亮，由哈萨克斯坦的2号来了一个盖帽。双方又进入到一个焦灼的拼抢阶段非常焦灼。看看谁能把羊抢上突围而出。8号，好，刚才给乌兹别克斯坦追回1分的8号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这个8号叫穆哈米提艾利，可惜没有得分。好，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1号交给了他的队友8号开始组织进攻。在7号手上
坦的一个非常积极啊，又修了焦灼的队友吃背，看看谁能把抢带。中训是在奋力的好8号，这个8号拿到啊，这是没有防守，他能不能得分？漂亮，哎，谢。来，很遗憾啊，这个本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位，但是没得漂亮，4号，哈萨克斯坦的4号又再得一分，比分来到了7比1。好，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7比1。刚才由哈萨克斯坦的4号再得一分，塔黑耶尔居马西耶啊再得一分。啊，场外的观众们再给他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欢呼声啊！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好，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8号发起反攻，穆哈米提亚利啊，哎，很可惜被另外一个8号哈萨克斯坦的8号抢到了羊，再次组织了一个反攻。好，哎，场上呢，由于刚才的拼抢稍微有点矛盾，啊，希望啊裁判进行一个阻止，希望大家不要太激动啊。今天天气干燥，非常热啊，可能火气也比较大。这个本身雕羊运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对抗性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啊，我们经过刚才的比赛可以看到，哈萨克斯坦的这个8号队员呢，每一次拼抢都非常的及时，而且非常激烈。然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8号穆哈米提埃利啊，给自己的队伍扳回1分。最后将比分拉大到7比1的是咱们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4号选手塔黑耶尔卷马西耶。今天的比赛呢，现场来了非常多的观众，每一次得分呢，现场的观众都会带来一个欢呼如雷的这种一个场景啊，非常激烈，让人听着热血沸腾。好，画面中可以看到啊，裁判拿着羊，在往场地组织双方队员再次到位。
我们感谢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和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那么今天下午还会有2场比赛，分别是咱们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科克达拉市76团代表队和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代表队。他们双方的队员已经到了亮相区，请大家期待咱们接下来更精彩的比赛。刚才上一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是由我们哈萨克斯坦代表队7比1战胜了咱们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接下来的比赛是由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科克达拉市76团代表队和新疆和